好野球，爱野球，无野球有四木楼翻，四木楼高。野球吃，野球迷。大家好，乃黑期待年，我是徐展元，欢迎大家呢透过客家电视台以及博斯运动频道，我们来到的是美浓高雄美浓国中，为大家所转播的是第2届徐生明全国少棒锦标赛的季军战。这场比赛呢是由地主的高雄市美浓国小对上桃园县仁善国小。我在我身旁呢为您请到的是郑景义郑教练来担任解说跟讲评的工作。郑教练你好，展元还有各位客家电视台的喜爱棒球球迷，大家好。你要会说一下这个泰嘎后，好，泰嘎后，这是我们客家话的问候语啊，大家好。那在我们前面这是美浓的特产，陈蜜 tomato 小番茄，那我要试一颗一下，请哦，我们美浓人是最好客的哦，能汉宁哦，非常的好客哦，对啊，蛮好吃的，好吃对不对？哦，很甜哦，这是我们美浓的特产，还有那个白玉老胚，就是萝卜哦。我这场比赛呢，季军战今天是12月12号礼拜五的季军战呢，其实对于刚刚进行完的4强赛啊，那这个输掉了4强赛，没有办法进到冠军赛的小朋友们呢，也没关系啊，母趴，所谓母趴就是没有关系哦，在我们客家话的母趴，还是要来好好的打这场季军战啦哦。那在美浓呢，今天的天候状况方面呢，也是有一点点凉爽啊，因为南部地区呢不会黏，不会热哈，就是也不会很，也不会很冷啊，所以蛮适合看棒球跟打棒球的。没错，以今天的天气来讲的话，我想在这种所谓比较冬天的地方来讲的话，我想它的一个天气是比较适合一点点的。好，这场比赛呢是由美浓国小先攻，由桃园县的仁善国小呢来先防守。仁善国小的先发投手是张翔，张翔呢151公分高，55公斤重，11岁。好，比赛要开始了。阿 Q， 哇，打得一个非常深远，鬼眼哦。中外野方向的一支安打，第一球第一棒就给他打出去了。没错，其实以陈颖来讲的话，这棒真的打得很深远。我看可能是没有受到上一场比赛的影响。上一场比赛以美浓国小来讲，很可惜哦，领先的大半局，却在最后半局没有守成，确实是比较可惜的一点。对，美浓国小呢是。真的，徐生明徐总教练在过去就常年来希望能够振兴美浓的棒球，所以有一个美浓棒球10年计划。那常年培养下来，当然在上一次第1届的徐生明少棒锦标赛，美浓国小是拿到了第2名，有打进冠军赛，输给了鼓山国小。那在本届的比赛，事实上他们在8强赛是打败了超级强队哦，台北市的东元国小，而且是用一个逆转的方式6比5获胜。哦，这个球是游击手接到之后，快传1垒，刺杀了打击的第2棒的李昌洲。原本2垒的跑者上到了3垒，一出局，兵临城下，来到得分大门口了。所以刚刚以游击手来讲，钟义成展现了还蛮不错的守备的基本动作，而且长传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小朋友其实在训练这部分真的感觉上蛮扎实的。不过这个美浓国小的小朋友，虽然说4强赛他们是对上南投的新街国小，然后少棒是打6局嘛，一路领先6比2到了新街国小6局下半最后半局的进攻机会，结果新街国小一口气灌进5分，用再见安打赢球杨哈瑞就赢下来了，所以新街国小打进到了冠军赛。那加上在冠军赛呢，对上的是桃园县的龟山国小。所以仁善先发投手张翔来看呢，其实他的五官长得还蛮清秀的。这大人应该今年打。哦呦，3垒手接到传本垒，好斗。3垒手严承旭，他是姓严石的严，早晨的晨，然后旭日东升的旭，哇，严承旭厉害哦。但这个球刚刚以陈毅来讲比较可惜哦，起跑的第一时间若是比较快一点的话，应该是有机会回来得分。
感觉上稍微有点迟疑的话，那就错过了比较好的起跑时机了。现在在2出局，变成一垒有跑者，打击轮到的是第4棒陈英瑞。这个我觉得美浓国小美浓国小的森宁我们客家话森宁就是小朋友哦，不是小人啊，就是森宁就是小朋友们呢，真的这4强赛刚打完，因为他们又被逆转输就龟熊丢就是很想要哭这样子，但是也是马上要收拾起那个心情因为那真的你已经只是在使让对方剩下3个出局数了，那你还领先有4分，结果一局被人家攻5分，当然里面有一些守备的失误啦但这是难免的，毕竟这就是棒球。大家都走偏，就左边的高飞球遭到左外野手的接杀，1局上半美浓国小留下了1个残垒，并没有得分。休息一下再来看1局下半仁善国小的进攻。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哈卡电视台、客家电视台以及博斯运动频道为大家所转播的第2届许生明少全国少棒锦标赛的季军战。为大家介绍的是桃园县仁善国小的先发打击顺序：第1棒是林义祥，2棒钟玉成，3棒张翔也是先发投手，4棒是赵俊豪担任捕手，5棒严承旭，6棒是徐嘉阳，7棒曾嘉诚，8棒是林胜熙，9棒是曾亨利。这个球打穿了中路地带，一支安打出现了。哇，这个球打得还蛮强劲哦，不知道投手陈一林有没有被他打伤了脚？但从那动作来看的话，应该是刚好只有削过而已。轮到的是第2棒的钟玉成。所以以陈颖来讲的话，这位先发投手感觉上也蛮辛苦的。上一场比赛其实最后他是上来做救援的，但感觉最后是救援失败。哇！结果这边美浓国小一垒手接球的失误。哇，使得一垒的跑者林义祥上到2垒。以这一次徐生明棒球的一个锦标赛来看的话，它的规则其实是少棒的选手他是可以离垒的，可以离垒，可以盗垒的。但是在这次规则里面，其实所有的投手原则上他是不准投变化球的。所以少棒还是要保护这个小朋友的手臂，这样子毕竟都还是在发展的阶段有时候你学太多的变化球种，其实对于将来我想帮助都并不是很大。而且也有用球数的隔场限制总得
就不可以投太多球。投球，好球，2好3坏。第一次转播比赛，对于好球带认定会这么清楚，应该就这一次而已。因为我现在坐的位置正在本垒板后方。是，那你也可以。但大胖郑景教练如果跟主审的认知不同，那就要看谁的裁判证比较大张嘛。你，我也有的哦。有哦。有裁判证呢，是比较大张，不都长一样大吗？你有国际裁判还是？没有。哦。界外球了，我对美浓国小的森林来讲对美浓国小小朋友来说，就是因为4强赛刚刚才结束，中间大概只隔了10分钟这个也是。对啊，我刚看到他们4强赛落败那一幕，我第一个就觉得这样让这些小朋友，哎呦，中外野手没有接到一个滑接的方式，结果没有接到这个球。这一球比较可惜了。中外野手一开始他守的是比较深远的位置，所以他区前再上来，虽然用一个滑接的一个手背动作，还是没有办法把球给接进去了。所以这个球其实，若是以中外野手趋人速度稍微快一点的话，其实有机会在球把它落地之前接到，但原则上难度都还蛮高的了。哎呀，困难啊！这个球还蛮难的。哇，这个可以强非常长的一支安打，2个跑者回来得分。应该是3比0，3比0。美浓国小在1局上半是并没有得到分数3比0。一垒跑者盗垒，仁善国小真的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而且很多选手看来体格都还蛮不错的。不手莫加豆没有接到，使得2垒跑者又上到3垒了。不过对我刚刚讲到说，现在美浓国小的总教练张发昌总教练喊暂停了。张发昌总教练也是徐胜明徐总教练从小的同学他们在美浓国小当时就是一起长大，一起打棒球。当然，就了解的话，美国国小这些教练团原则上都算是美浓在地的所培养出来的一个从选手到教练。哎呀，那现在我觉得投手的心情呢，有点受到影响，现在换投手。看把中外野手陈英瑞换上投手丘。是美浓16581。我请球评郑景教练来谈谈对我们家乡美浓的印象啦。你好像常常来以前其实，在应该说2003年之前，我真的还蛮常来美浓的。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喜欢到户外走的一个习惯包括像是泡温泉或是踏青，所以美浓以前这个地方我真的还蛮常来的。包括它的一个东西包括像是我很喜欢吃的客家小炒啦，或者是一些什么高丽菜风冬瓜风。还有这种内脏记的劳斯莱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大厂，僵尸大厂你就知道了。劳斯莱斯哇，那对我来讲，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样的一个食物，评价很高哎吼，劳斯莱斯。面趴板哦，面趴板就是那个板条。板条对我也蛮喜欢吃的。其实我们美浓人讲的是叫面趴板，就是有点像那个毛巾，有没有？面趴就是毛巾，那我们那是比较细的那种，所以你来美浓吃板条，就是面趴板，它其实正宗的就是比较细的那种，不像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比较宽的这一种。对。好，现在呢比赛继续了，这是一局下半，仁善国小的进攻还没有人出局，三垒有人，二垒手接到之后传往一垒，刺杀了严承旭，不过三垒的跑者回来得分，所以4-0了。以仁善来讲的话，真的是来势汹汹。以他们前4棒来看的话，每一位打者的攻击尤其在攻击这部分看起来他们的攻击的爆发力真的还蛮不错。从他们打出去球的一个强劲度来看确实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好的一个训练的方法。但刚刚严承旭虽然出局了，但是也是打在归后了，就是打得很好，因为他是想要把三垒的打归了，就是打回来得分嘛，所以他往二垒那边打。所以其实以现在美浓这些小朋友来讲，我想应该要先放弃掉上一场这种比较不好的情绪，把这种整体的一个感觉专注在这一场比赛。当然我知道这是有难度，但毕竟这是必须要透过一些学习。对啊，这就是人生啊。而且以小学生来讲的话，他们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很容易把上一场的好坏带到下一场比赛。而且以美浓国小来讲，他们的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说，他几乎没有经过一些休息，就接下来又要再来比赛，体力上的话是个很大的考验。而且肚子也很饿吧？哦，4坏球保送了。那其实呢，在美浓国小就是每一届的，今天其实第2届了，就是第2届的徐生明少棒锦标赛，他们上一届打到了冠军赛，后来输给了鼓山国小。今年的比赛就是想要把冠军留下来，留在美浓。但他们8强赛真的打得哇非常好，最后打败了超强的队伍台北市东元国小，而且是。前面也是落后靠着2支全垒打，后来逆转，6-5逆转。我刚前一场比赛他们一路领先，对，比较可惜那个气势最终没有办法一直延续下来。如果是有办法延续下来，我觉得美浓在这一次的一个比赛，我想最终要夺冠机会其实还蛮高的。现在打季军战哦，我们呢？美浓乡亲们，古意是猪尾啊，就是回去吃午饭啊。我们说是吃猪 U 片右外野的高飞球，被右外野手给接杀2出局。所以陈英瑞来讲的话，如何把现在的场面赶快稳定下来是比较重要一点的。所以以现在比数来讲的话，我想毕竟只是比赛的一开始4分来讲，对于这些学生后面在攻击其实还有很大的机会。但如果是让比数慢慢拉到，接下来后面要来追，更困难了。对。打击轮到的是仁善国小的第8棒林胜熙，142公分，38公斤重。我们说中得就是不可以放弃啊。而且球员之间彼此要加油一下了哈。所以你是注意到现在美浓的休息室感觉蛮安静的。嘿呀，是啊。所以要如何让自己的一个休息室的气氛好起来的话，我想场上的一个选手他会感受到这一股力量。哇，已经是换了投手。这个第2任投手就原本的先发中外野手陈英瑞，
第9棒的森亨利打成了右外野方向的安打。现在变成的是满垒了。当然在这边哦，虽然是少棒的比赛，还是要有点稍微提醒一下补位的概念。刚刚这个球其实以投手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被打出安打，这个会有回传本垒的可能，他应该是要到后面补位会比较好一点。被打安打都会难免，但是你被安打之后，你要如何来弥补会比较好一点。虽然刚刚这个球有点误打误撞传到投手丘的一个附近了，但毕竟你补位的概念来讲的话，投手还是要回来本垒后方做补位会比较好一点。这些基本的动作了就是也是要慢慢的教这些小朋友。我现在已经打到破表了，就是第1棒上来打了。桃园仁善国小，桃园县仁善国小呢，他们是在4强赛，他们输给了也是同乡的桃园龟山国小。龟山国小这几年也是算是在少棒里面算是很厉害的球队了。对，那龟山国小在第1届是拿到第3名就是也是4强赛落败。哇，有几手也没有接到这个球。哇，满垒2出局，2个回来得分。所以以仁善这些球员来讲的话，打出去球真的都还蛮强劲的。投手跟游击手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这个球以游击手陈彦来讲啊，手到的位置都是摆的比较正确，还有一点机会可以拦下来。6分了6分了，6边了，盗垒，3垒跑者也往本垒跑，人不猜嘞，来不及了，7-0所以这个球以回转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就算传的准，应该也抓不到3垒回来的跑者。所以在这种所谓衡量得失之间的话，我想这个球以游击手来讲，要稍微注意一点。仁善国小轮到第2轮的第2棒钟玉成。所以现在以投手来讲，真的是不要乱掉了。你投球有一定的一个节奏，原则上对自己会比较好一点。那个感觉没什么气了这也是真的是难免呐。3垒界外区的高飞球被3垒手给接杀。结束了1局的下半，仁善国小的进攻。这个半局呢，总共打了11个人次一口气攻下了7分，目前是7-0领先美浓国小。大家好，我是林坤生，来这边教大家一句客语：美浓归河了。这句话就是美浓好好玩，大家一起来玩哦，拜拜。大家好，我是义大犀牛高国辉，然后今天要来教大家一句客家话，因为我只会有一句，就是谢谢安子 C， 然后谢谢。我很紧张哎。大家好，我是罗家人，我今天来教一句客语，打棒球就是打棒球的意思。比赛目前来到6局下半，双方平手，1出局3垒有跑者，打者球出良好3坏满球数，投手要跟打者对决了。而3垒的跑者代表制胜分再见分了。
这个球打进出去，二垒风声的滚地球，三垒的跑者起跑了，二垒手接到球，把球往本垒传，捕手接到球做触杀。都然曼努会得到最美的胜利，是应该是您好，请锁定客家电视台第2届徐胜明全国少棒锦标赛。您现在所收看的呢，是在美浓国中这边哈，也是徐总在过去他生前呢，想要振兴美浓棒球计划，特别在这边呢，就把整个场地给规划好。所以刚刚听刘志生教练说，在其实那个在一垒侧那边的树哦，是当时还很矮，结果这几年下来就已经变成大树所以这么几年下来，使得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场地，让美浓的小朋友啊，可以在这边呢好好的来打棒球。哎呦，哇，从二垒凹到，没有。刚刚其实一垒审就已经判了，先有一个妨碍跑垒的动作了，所以原则上吴宗林他上二垒是没有问题的。哎呦，一垒手，所以是仁善的一垒手徐嘉阳。在那边他没有要处理球的时候，有妨碍，有碰触到跑者，吴东林，没错。是有一个妨碍跑垒，一垒手妨碍跑垒啊。其实应该说，刚刚吴东林打出安打之后，他绕过一垒的时候，原则上他就有碰触到一垒的防守人员。那时候其实一垒裁判他的手势就已经出来了，所以即使他当时在二垒是出局，但原则上在规则上他是可以上到二垒的。这个球捕手没有接到，那个补役啊，使得二垒跑者上到了3垒了。所以一垒审曾敬光先生判得很不错，判得很不错。这虽然可能是比较少出现的判例啦，但是真的发生了，裁判先生还是非常严格的执行。美浓有机会得分喽，没有人出局，3垒有跑者。打击轮到的是第6棒的徐颖智，球棒握得非常短但以张翔来讲的话，速球从测速上来看的话，大约是90几公里了。那换算成棒的话，大概是120公里上下。对，所谓换算成棒，就是因为距离比较短投手板到本垒板的距离比较短，所以小朋友在那个视觉的感受上面，其实就是大概成棒的感受到120几公里的速度。那以少棒来讲，如果是你有办法投超过110的话，这样就算是特快了。如果是投到接近120，那差不多都是成棒的快160公里了。这个球挥棒落空。所以以选球的角度来讲的话，徐颖智这个球应该把它放掉会比较好。偏高的球路对打者来讲攻击是比较不利，尤其在速球这部分。龟熊的打归了呀，就很想要把3垒的跑者打回来，所以就希望就是想要碰到球，反而挥得太用力。打击轮到的是第7棒的徐川恒。魔鬼狗啊，没有很高，136公分高，但是这本来就是少棒比较正常的体型。是，没有人像郑景义少棒就给人家长到180。很抱歉，我少棒是只是胖而已，没有很高。我们那一届最高的是现在统一狮的总教练陈连宏，他少棒就180了。对，郑景义在少棒的时候只是胖会开口不然大胖的外号是怎么来的？所以没有很高，但后来越长越高啊，190公分呢。没有出棒了，被主审裁判拉掉，遭到3振。哇，这个球进垒的位置真的是很锐利所以对于徐双儿来讲的话，凭新柔人这个球真的也不太好打。
打击轮到第8棒的宋展坤，加油哦！闽农哎，我们的乡亲，因为真的感觉到，真的有一股气不见了哦，黑某，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哦。就是以他们上场比赛来做翻版呢，也就是说，他们上场比赛哦，其实在领先那一段的话，其实休息室整个气氛都很好。哎呀，如何找回到这样的感觉是比较重要的。会请归了呀，找回来哦，真的某 Q 用哎，不一样的感觉。不过相信球评郑勤教练，你应该也有经历过那种，就是在小时候有那种对啊输球的那种经验嘛，没错，对不对？那是难免的嘛。来看下 Q， 哦呦，有得分了。对，有几手的后方，这个看打击的很小，所以守得很浅这样。那出来就笑出来了。这个球以粗棒攻击的 timing 来讲，就真的是抓的还蛮不错的。这个球游击手来讲，确实没有什么机会。那中外野手又守的比较后面一点。运动比赛嘛，除非你真的是超强不败，东方不败，不然一定会有输球的经验。就是如何的，特别你还是小孩的时候。所以就像我们常讲的，没有打不倒的勇者了，但是你必须要寻找他的机会，找到他的弱点，你必须得加以攻击啊。打击轮到的是第9棒的黄浩恩。哦，这个球落点起架。3垒后方啊，紫外野落地，一直安打。第8棒、第9棒啊，虽然某个狗啊没有很高的小朋友，但是都相继敲出了安打哦。慢慢掌握到张翔的一个速球的一个位置哦。虽然这个球出棒是比较晚一点，但从击球的一个角度来看，确实掌握还蛮不错的。所以美浓来讲的话，原则上都能够抢进到这种所谓4强哦，在实力上面来讲，应该都跟各队相去不远。左外野，第1棒的陈彦霖，这个飞球遭到了接杀。我在2局的上半，美浓国小追回来1分，目前是1比7，6分落后。1点半要冠军。
这场比赛现在要进入到的是2局的下半呢。桃园县仁善国小的进攻，仁善国小目前是7-1的领先。场上投球的还是地主们美浓国小的第2任投手陈英润。打击的是仁善国小的第3棒张翔。哇，这个球打穿了3垒方线呢，都是一支安打。哇，这个。所以张翔来讲的话，个头虽然不高，但是爆发力真的还蛮好的。今天敲出2支安打了，他也是这场季军战的先发投手。而且以攻击的角度来讲的话，挥棒真的是还蛮敏锐的。仁善国小的总教练是季顺斌总教练。打击轮到的是第4棒的赵俊豪。所以仁善来讲的话，上个半局真的是串联的很厉害啊。这个球游击手接到，抛个2垒手封杀，哎呦，没有再往1垒传了。3棒毕竟距离比较短哦，你要形成双杀，第一下打得很强劲，再来2游的搭配默契一定要很好。对，而且看到这个第4棒后，给我安虫啊，脚那么长，几步就跑到了，不传也是正确的了。哇，丢人了，丢人了！触身球打到了严承旭啊，不过投手也有脱帽来鞠躬啊，致歉一下。安飞 say 哦，很不好意思，不是故意的啦。毕竟以陈英约来讲的话，他是出手有点3/4，如果是最后他的一个身体开的比较快，手没有跟上身体的旋转，就比较容易造成触身球。所以严承旭来讲的话，这个名字确实是挺响亮的。是。仁善国小换上了代打13号的黄浩源，代打原本第6棒的徐嘉阳。这个球挥棒落空。所以现在场边哦，美浓国小的啦啦队哦，也开始有一些声音出来了。这个一些美浓的朋友哦，刚刚回去吃个饭呢，吃饱的归了哈。那还好，吃饱没有睡个午觉。虽然是季军战了哦，还是要这个帮球员加油。如何让这些场上的小朋友他们气氛是处于比较高昂哦？我想逆转的机会就会比较大一点。还是要争取最好的成绩了。但是在这边哦，以陈英瑞来讲的话，感觉上好像体力开始有点慢慢下滑。他这一局来看的话，很多球路其实都偏离好在蛮多的位置。所以原则上，虽然以小朋友来讲精力旺盛哦，但连续的2场比赛加起来的话，其实体力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心里面呢。这边挥棒落空，被3振，传到2垒那边，2垒那边是 safe， 2出局。代打的黄浩源给3振。所以其实以上局美浓来讲的话，感觉上应该说是4坏球出现的频率也比较多，而且被打安打也比较多了，所以掉的分也比较多了一点点。打击轮到的是第7棒的孙嘉诚。上一次打击是右外野方向的飞球被接杀，1、2垒有跑者，2出局。
这个球打到中外野方向的飞球，遭到了接杀。在2局的下半，仁山国小没有再添得分数，还是维持7比1的领先。ラストだ。キャ、ラストだ。好，现在比赛要进入到的是3局的上半，由地主美浓国小的进攻，在前个半局是由把仁山国小的攻势给封锁住了，没有再让他们得分，没有再让他们得分。这个球打到2垒方向的弹跳球，哇，仁山国小的手背还是非常的扎实，看以2垒手这个手背动作来讲的话，确实也蛮不错的。第一时间趋前找不到很好的接球点了，往后退还是要掌握到球的很好一个弹跳的位置。打击轮到的是美浓国小的第3棒杨军。杨军是可以担任捕手，也是投手啊。以在少棒来讲的话，这种角色其实还蛮多的了。所以张翔来讲的话，控球能力真的是还蛮不错的。而且真的如同球评大胖说的，哥演导就是长得很帅，很帅。如果是持续照这样的一个表情发展下去的话，表情什么叫表情啊？你像我小时候长得很可爱，短的又招劲。哦，看游击手的传球，冷猜嘞，来不及了，形成一支内野安打。所以这个球以杨军来讲跑得也蛮快，这个球应该是要沿程序来处理的比较好一点。这个球若是让游击手再来处理，他会浪费太多接球的一个跟传球的时间。所以从这个位置打出去之后，其实沿程序就应该要横切出来做接球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他要抢成 F4的之手，好沿程序，他要先抢上来接球才有机会。美浓国小现在一出局1垒有跑者，轮到是第4棒陈英瑞。陈英瑞也是美浓国小的主将。游击手接到之后，短抛给2垒手之后，再传1垒这边是 safe， 安全呢，
安全上垒。你刚刚说脚很长的客家话忘记了，脚龟虫，脚龟虫，陈英佑的脚真的还蛮长的。对呀，一打出去，本来以为是有双杀的机会，但是他跑步的速度真的还蛮快的。是哦。脚就是脚了哈，脚龟虫。哦，这个球是没有打到啊，吴东林。但这个球还，对投手来说还蛮危险的。哇，这个球打成了高飞球，捕手 Yuki Fimo 没有接到啊。后面那个护网虽然是活动，但不能马上拉开，很重的。那个小朋友来讲的话，要把那个网子拉开啊，看来贴也蛮紧后，又不能直接冲破那个网子，那捕手才有机会接。但是以吴宗麟来讲的话，挥棒力道真的还感觉上还蛮大的。切到了哈，打成了界外。在第2届徐生明少棒锦标赛，总共有多达48队的少棒齐聚到美浓来。台湾的棒球来发展来看的话，其实这些年好像在少棒的参与的球员一直看到还蛮多的。像前几年在嘉义举办的诸罗山杯，哇，那都是100多队的少棒队来参加比赛。那这次比赛还有从澎湖蒋美国小也来参加，来到美浓哦，从海边到山里参加这次的比赛。球挥棒落空，结果遭到了3振，也结束了3局上半。美浓国小的进攻没有攻下分数，1比7， 6分落后。19 OK。美浓19对调。现在比赛要进入到3局的下半，仁善国小的进攻。仁善国小是第1局下半就得到7分了，7分。那个时候真的美浓国小可能还是有点没有办法从4强赛啊，在10分钟前4强赛落败的情绪走出来。毕竟时间真的是太靠近了。就一般成棒选手来讲的话，你上场比赛这么重要，输掉要调整的不是那么快。我这个球有几手接到啊，传往1垒
刺杀出局。所以这个球以游击手陈颖来讲的话，移动的速度真的是很快。投手第一时间没有接到，应该会形成一支穿越安打，不知道从哪边突然就冲了出来。现在米农国手也换投手了，换上12号的曾品言。他给 Q 落地喽，形成了一支安打。这个球感觉像第一时间中外野手好像守的比较靠近右半边呢，所以在这种所谓中左之间就形成比较大的一个空隙啊。这一球其实球在空中停留时间还蛮长的，应该有机会可以接到。所以是外野手的判断启动要再快一点。当然，包括像是站位啦，跟手背判断都还蛮重要。safe 小捕手这个球算也传得不错哦，杨军这个球其实传得蛮有水准。只能说以申恩利来讲的话，脚程确实是不慢。这个球又是右外野方向的安打，哇！球一路还滚到了全垒打墙角下面呢。原本2垒上的跑者绕过3垒回来得分，打击的第一棒啊，林义祥上到了3垒。哇，林义祥这场比赛打到现在是3支3，而且不只是打得好，他的一个跑垒的态度跟他绕垒的技术真的是很好。挥棒有很好的一个轨迹之外他的一个跑垒的一个技巧也好啦，或者是他在绕垒的观念其实真的都蛮不错的。这是一支3垒安打。哇，nice play，nice play， 好 Q 哦！左外野手，美浓国小的左外野手黄浩恩，一个非常精彩漂亮的美技手背。黄浩恩，哇 ，nice play。虽然说形成个高飞牺牲打了哈。刚刚这个球确实是接得很好。不简单，不简单，这个球5星级的手背美技和奖啊，非常漂亮。中外野手后推，哇！莫加斗没有接到，那现在要跑3垒。张翔上到了3垒。现在比数是9比1了，有提前结束，4局10分，5局7分呢，4局10分现在是8分了。现在2出局，3局下半，仁善国小2垒上应该3垒上有跑者。刚刚张翔又打了一支3垒安打。这个超级霹雳无敌宇宙世界高的高飞球被游击手后退给接杀。3局下半，桃园县仁善国小又多添得了2分，目前是9比1领先。仁善1、2、6、4、7。
4局上半，美浓国小的进攻1比9， 8分落后。此时仁战国小呢是换投手，把原本左外野手林义祥，换到了投手丘上面来。所以今天感觉上以仁战来讲的话，好像在攻击这部分呢，真的有比较好的串联，而且这些担任投手的打者来讲，其实在打者这部分也有很好的一个攻击的模式。就是球队里面又是强投，又是强打，又会投又会打。美浓国小现在落后8分，但是真的要秉持着永不放弃喽。所以单以球速来看的话，我想林义祥的速球好像比张翔来的还要再快一点哦。但控球能力来讲，还得是要再观察。因为其实以张翔来讲的话，他在前几个半局投球，其实他的一个控球能力确实还蛮不错的。哇！大豆这个出生球哇，打到了右脚膝盖那旁边，会痛哦，很痛哎，而且又是第4个坏球，对不对？又是一个出生球。哇，这个像好像挨得不轻。不应该从表情来看，好像真的还蛮痛的。不过在这次的比赛，徐胜明全国少棒锦标赛啊，特别也有那个跟医院呢合作哦，所以旁边也有很多的守护天使们来看顾着小朋友。所以看起来还是下去休息会比较好。哇，教练这波都是应该都感动的对。张发昌总教练亲自都可以真的可以当他孙子的小朋友，会喊阿公要喊阿公。刚刚总这样一个动作让我鸡皮疙瘩忽然哇都起来了，直接把他抱起来。打击轮到的是第7棒的徐川恒，场上打击是曾品言。中层好了，中层，这边的道具拿过来。不错。但这个球挥棒落空，遭到了3振。小朋友其实他们的表情是最直接的，哇，就是被3振就是很懊恼。但不怕了，没有关系，回去再练习。而且毕竟以少棒时代来讲的话，接下来要发展其实都还很难讲了。最主要还是要，我想就是就像这个比赛的宗旨一样，有点让小孩子快乐打球，从打球的比赛过程当中学习一些人生上的经验，我觉得是比较重要一点的。现在换上代打邱云宽，打第8棒的位置。哇，3球3振。早安、午安、晚安，请回去休息了。2出局。这个半局仁善国小换上来投手林义祥，哎呦，上来之后虽然第一个给人家丢触身球，看起来应该是好像还没有准备得很好。但接下来面对包括像曾品或是邱云宽
进垒的位置来讲，确实感觉上尾劲还蛮不错的，所以这2位小朋友出棒速度都稍微比较慢了一点。场上打劫的是第9棒哦，只有136公分。黄浩恩，不过大家对他印象应该很深刻吧？走偏呢，左外野手 ，nice play，哦，就是他，一个精彩漂亮的美技手背。以黄浩恩的身材来讲，应该还不是我看过少棒最矮的。是哈。哦，打到 L， 哇，游击手也一个 nice play， 哇，游击手也是在这个半局台刚刚换过去的赵俊豪，赵俊豪把这个球给拦截下来，抛给2垒手，封杀一垒往2垒跑的跑者出局。4局上半，美浓国小没有得分，还是1比9， 8分落后。比赛来到4局的下半，桃园县仁善国小的进攻9比1不过前一个半局哦，其实今天这场虽然是季军战啊，2队都是4强赛输球，但是都有 nice play 的演出。不知道吴英凯的脚到底有没有怎么样？从他辩护的位置来讲，好像是打在膝盖这个位置。对。所以其实以本次赛事来讲的话，也跟一些医疗团队来合作，让这些小朋友在受伤之后，至少可以受到很专业的一个保护跟复健呢。我想这些对这些小朋友来讲的话，确实都是蛮不错的一个保护。对，刚刚遭到出生球的吴英凯而且总教练张发昌总教练马上就把他给抱回休息室你刚刚说到那一幕，真的又让我回想起刚刚那个鸡皮疙瘩的感觉。我以前出生球，不知道我的家人会不会这样对待我，抱不起来，太短裤。抱唔同啊，我们说客家话说抱不动啊，抱唔同啊，太球太胖了。能够在这个美浓也是徐总的故乡在举办第2届的徐生明少棒锦标赛，当然有很多来自于全台湾各地的少棒队伍都过来这共襄盛举。好，来到了4局下半哦。场上打击的是严承旭，仁善国小的严承旭这个名字会让他很夯，很夯。而且，如果他一路有打上来的话呢，我想他在每一个层级的比赛，我应该都会记住这个人。哇，这个球过眼打得非常远，刚刚打到客家电视台的外野全垒打的布条那边，一支2垒安打。场上投球的已经是美浓国小的第4任的投手了，李昌洲，天字第1号背号1号的李昌洲，力量延伸得很好，这个球确实咬得蛮扎实的。但刚刚球评郑景一教练特别有提醒。有口斗，对，没错。所以是4局10分现在是8分是，也就是说
假设如果以辅仁善国小这个半局攻2分的话，就结束了。对，所以以投手李昌洲来讲的话，要守住这个半局哦，才会能获得在进攻的机会。是2分就直接结束哦，就是美浓国小也没有5局上半的进攻机会。因为毕竟仁善来讲，它是后攻的球队。哇，这个球被拉掉。这个球李昌洲来讲，他投的真准。但5局也有5局7分，7分哦，7分哦。那也就是说，现在是8分嘛。对。也就是说，如果就算仁善这个半局没得分，待会5上美浓可以进攻，但必须也要得2分。对。不然也是会提前结束，没有办法打满6局。但现在一出局来讲的话，对于美浓哦，其实还是有机会把这局不失分给他守起来。嘿，至少让比赛可以继续下去。不愧是穿1号背号的哦。2颗球的位置哦，跟速度来讲，确实都蛮不错的。而且李昌洲来讲的话，他的看这个身材哦，以后还是有机会继续往上长高的。哇，挥棒落空，3振出局，连标2 K， 把孙家成给3振。12号再打。其实仁善国小现在用代打了，换上12号的陈玉宇。其实仁善国小他们的成绩也相当不错，只不过在今年哦，他们拿了3个亚军，圣球杯全国少棒锦标赛第2名，然后新谷杯第2名，还有金龙杯少棒赛也是第2名。哇，右外野手这个球，我没有接到。哇，这个球以接球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有机会接到的。不过再练习了哈，再练习。你都已经站定位了，但是最后的一个球跟球手套的放的位置有点出了差错。所以这是我们常讲的，有时候当你面对这种打得比较高的飞球，不要太早站定位。有时候太早站定位，你身体比较容易僵硬，在判断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一点小密失。10比1啊！这样一垒是换代跑啦，那一垒那一分如果进来的话，比赛就要提前结束了。但这个也还是可以盗垒的哦，所以捕手也有在注意啊。宽喊就看紧一些，算是2出局。但是哦，还好投手还蛮机灵的。刚刚其实以一垒手来讲，他不是没有 hold 在垒包上面对，这样其实一垒这样的跑者盗垒的机会还蛮大的。结果真的跑，捕手传过去，out的吼！捕手一个成功的盗垒阻杀。不过在4局的下半，仁善国小是多添得了1分，目前是10比1领先9分。连米努在美浓国中棒球场所进行的第2届徐生明全国少棒锦标赛的季军战。那现在季军战呢，比赛要来到的是5局的上半呢，
地主美浓国小的进攻了。美浓国小必须得要在这个半局至少攻3分哦，不然的话比赛就要提前结束，没有办法打满6局。因为现在是1比10啦，美浓国小落后9分，打3分呢就变成4比10哦，这样落后分数6分嘛，还可以继续打，因为有这个5局7分也要口斗。游击手接到之后传一垒，凹斗啊！哇，陈彦真的已经跑得很卖力了、哦。哎呀！但是这个球以游击手来讲的话，真的是展现了蛮不错的长传的一个臂力在。现在是1出局了，我相信像单人球赛哦，他们平常练球哦，那就是为了比赛。再来看这个2垒方向的弹跳球，2垒手接到传1垒，刺杀了第2棒的李昌洲，2出局。所以美浓国小应该说比较可惜哦。第1局来讲的话，真的是掉了太多的分数了，所以让他们这一场比赛原则上在追分的过程中，他会比较辛苦一点。哎呀，7分呢，7分呢。不然，若是你把第1局那些分数，不要说省起来了，就把它折中来讲的话，其实比赛到现在来讲，真的胜负还很难讲。折中是3.5分。你看你要打几折？对啊，打几折？你那打个8折也可以了。不是被攻下7分的，折中有3.5分的吗？只是说真的，第1局比较慌乱了，包括先发投手也没有稳住阵脚哦，还有一些失误。当然了，还是得要回到我们从开赛所讲的，毕竟你从上一场带着比较不好的情绪跟气氛哦，接着来打的过程当中，我想小朋友的一个情绪的调整，真的可能也没有那么快了。2出局了。那美浓国小上一届的徐生明全国少棒锦标赛是有打到冠军赛，是第2名。仁善国小呢，在上一届的比赛呢是并没有打到前4强。我前面有讲到说，仁善国小今年都拿了好多3个亚军，多加把劲啊！这个球被游击手给接杀出局，比赛结束。这场季军战呢是提前在5局结束，是桃园县的仁善国小以10比1 9分之差呢击败了美浓国小，拿到了第2届徐生明全国少棒锦标赛的季军。那美浓国小呢也不错啦，最后呀拿到了第4名。那我们这场季军赛的转播到这边也要完全告一个段落了，非常谢谢球评郑景教练，谢谢，同时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徐展宇，我们下次再见喽。